的艺术水阁好，古前解说两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今日来做味菜，做台湾话味菜，还用台湾话去叫头壳，才上有的。尤其做好幼囡仔药介趣味。头一条，咱来做讲乌面擦，100人也为袂捌。有一个自然的现象，这毋是国情啊骗的哦。我是去编日本时代，一个日本的公务人员，原来语言的专家来台湾调查落去，写一本册《台湾风俗志》。卡到我卡以外，伊所写一本册内底有俗语、有味菜、有民间故事，伊迄个民间的歌谣、四句联，拢总有啦。国情去编。编这个味菜，好朋友，你做互恁囝，做互恁查某囝去用。乌面擦，啥做乌面擦？咱过去解文说你捌讲过，是讲翡翠，是讲臭扑啊地是乌面擦，唔捌的唔通目俗，唔是，是讲这项物件乌糟糟啦。啊，100人也为袂捌，是安那？因为主人行，伊就对咧叮当。哇，讲到这国情啊，我会晓药啊，无唔对，自然的形象，互你药人影啦，有影。人影乌糟糟，所以咱讲乌面擦啊。啊，100人，莫讲100人，10000人、1000万人嘛，为袂捌啦。因为主人咧行，伊就对咧叮当，你掠伊袂着嘛。所以互幼囡仔体会讲，原来药味菜，伊就是了解世间万物的特性。啊，搁有无？共款台湾风俗志内底搁一条，讲一支竹啊，通天长。好心网啊，唔敢装。这原来自然的现象，原来这项物件的特色。什么物件？一支竹啊，通天长。敢有迄个遐长的竹篙无啦？因为这项物件唔是电的竹啊，是电的人。这项物件是软的。什么物件软甲讲好心网啊，唔敢装。世间倒是项上软。做互咱的幼囡仔药，自然的现象。国先甲你小可暗示一下，世间若要软，就水上软。啊，国正啊，我知，迄支竹啊，通天长，就是讲对天顶。落落来的水，对天顶滴落来的水，敢若一项嘛，就是落雨嘛，无毋对。安尼有影，落雨的时阵，雨神网啊唔敢装，你感觉看伊讲网，看讲雨神，雨的时阵踮外口赢飞，唔捌嘛，拢嘛去美雨嘛，无怪讲即支竹啊唔敢装嘛。安尼有意思，做互咱的囡仔要理解讲世间万事万物的特性。啊，国正会搁编一本台湾风俗志。互所有好朋友继续来听这内底有迄个足技巧，有迄个足艺术的台语的味菜，咱就爱用台湾话结头壳落去想，才有法度了解答案，迄个趣味的味菜啦。